各位評判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大家好。我今日演講嘅題目係你我攜手守護社區安全。我哋住喺將軍澳，每日返學、放學、去商場、去公園。大家有冇諗過，呢一份安安穩穩嘅生活，其實得來不易？國家安全聽落好似好大好遠，但其實佢就係我哋嘅身邊。其中社會安全就係要保障每一位市民能夠安居樂業，唔受罪案威脅。講到社區安全，我好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故事。大家知唔知道喺我哋西貢區嘅斬竹灣有一座抗日英烈紀念碑？呢座碑係由一群東江縱隊老戰士同西貢居民發起籌建嘅，用來紀念為咗保衛香港、保衛國家而犧牲嘅抗日烈士。70幾年前，就係呢一班勇敢嘅先輩，用佢哋嘅生命守護咗我哋嘅家園。冇佢哋嘅付出，就冇今日安定繁榮嘅將軍澳，冇我哋可以安心返學、開心玩耍嘅每一天。今日守護社區安全嘅責任交到我哋手中，我哋可以做啲咩呢？好簡單，由生活小細節做起，好似將軍澳警區一直推行嘅領保行動，鼓勵村民遇到可疑人物或罪案，就立刻通知警方。我哋都可以做個好市民，見到可疑嘅人或者事情，話俾老師、家長或者警察知，好好保管自己嘅財物，同鄰居互相照應。守護國家唔一定要做大事，由守護我哋嘅社區開始，就係守護國家嘅第一步。多謝大家。